道吼，咱先当心来祈祷。即成个杯，你看你好的天气，会主日早起，你自即晚同齐来到你面头前，我们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甲阮里面，当阮亲近你话语的时阵，你亲身引带、指示、教示，帮助阮明白，嘛帮助阮将阮所明白的画出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的经文是伫耶稣基督伊伫山顶改变天象这个事件了后发生的一件代志。你记载讲，耶稣已经落山，耶稣是带三个学生去哩吼，伫山顶的时阵带三个学生，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学生去。落山的时阵呢，今日的经文讲到，看到有一个人。甲伊学生围起来吼，咧争辩，咧讨论代志，就是佫剩9个学生对无吼？伫山骹吼，耶稣看因咧讨论代志，咧争辩吼。尤其佫有经学书，就是文士吼，经学书咧甲因争论。耶稣就挖过问讲，发生什么代志？出什么代志？有一个老爸就甲耶稣讲，伊讲吼。我的囝叫贵妇星，我的囝叫贵妇星。这个贵呢，常常甲害阮囝咧做痛苦的。我有带我的囝来到你的学生面头前，要请因甲这个鬼赶出来。毋过安那，你的学生嘛，无法度，无法度甲赶出来。所以耶稣个咧这个世代啊，你今日无信是要到第时啊？对上帝无信心要到什么时阵？我要吞论你，要到什么时阵？耶稣讲，带伊来见我，叫这老爸讲，把你的囝带出来，贵妇生这个囝带来见我。即么就讲着讲，这个贵妇生的囝囡仔，看到耶稣这个鬼就互伊。艰苦伫涂骹安尼，做痛苦的吼。耶稣就问，耶稣就问讲，安尼偌久啊？恁囝互贵妇生偌久啊？这老爸就回答讲，自细汉就是安尼啊吼。这个鬼呢，常常甲迄伫火内面，迄伫水内面要甲害死。这可怜。这老爸讲吼。你若为做啥物？求你怜悯阮，来帮助阮。你若能做什么你就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看这老爸安尼讲回答一句话咱大家各兄弟注意看。伊若是和合本，是安尼翻译的。和合本讲，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话这有名的尤其是后壁这句伫信的人凡事拢会使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毋过加在咱的台语的圣经翻得较正确你先若看希腊原文希腊原文，你若能信这里无这个信，无迄个信伊原文是写讲，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是什么意思？不然讲照一句讲，你若能，什么意思？你若能干什么？无写原文无写，所以和合本的翻译的和合本的人，就伫后壁甲加一字上，信。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安尼念起来就介顺啦毋过若台语是安尼写，台语是写讲，怎样讲？你若话啊？安尼什么意思？咱来甲想象是耶稣咧甲这个老爸咧对话咧讨论
啊，老爸甲耶稣讲一句话讲：你若为，如果你能够的话吼，求你安怎？你命愿甲我帮衬。啊，耶稣回就是讲，什么话咧？你怎么会说你若为？你敢无相信我吗？知影迄意思无？听懂那个意思吗？耶稣甲伊的话佮讲一解就是啦吼，他说：你开讲你若能，哦，你怎么说你若能？我呢，我是耶稣呢。哦，我是耶稣基督的，你甲我讲话，你开始讲你若能，表示有可能不能对不？哦，有可能做袂到嘛。所以咱来用咱即马较通俗的话来讲吼，耶稣意思是安尼讲，你怎么会说你若能？你应该直接讲安怎？求你安怎？你命愿啊，帮助我安尼就好啊。你开始讲你若能，你若有话的时阵吼。你若甲我人命愿啊，甲我帮衬，啊若袂咧，啊若无法度咧，恁甲我讲，我来安怎？我来找个别人吼。这个爸爸吼，这个父亲吼，伊安尼的反应是介正常，因为好多人讲过啊，一开始伊是去找耶稣的学生，这9个学生有法度无？赶袂出来吼，这9个学生赶不出来。所以即摆老师来啊吼，老师出现啊，所以这个爸爸嘛是心头无啥把握，所以毋知讲你若话的时阵，求你人命愿甲我帮衬。啊，毋过耶稣直接讲，你对我较无信心，你较会讲你若话，你应该直接个要求我甲你帮衬就对了。好，咱来讨论这个第4个人吼，凡事拢会当吼。这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吼，这句什么意思吼？因为伫希腊原文其实无写介清楚吼，可能有下骹3种的解释吼。咱来看卖啊，第一种是讲，你若有信心，你凡事都拢会当做，有合理无？像不像是这个意思吼？好，第二种的解释，耶稣意思可能是讲。你若对我有信心，啊，你就会当正任何代志。安尼有嘛是逻辑上会通啦，对无？第3种的可能，你若对我有信心，我凡事拢会当做。这3种的解释有共款无？各位学生，这3种解释一不一样啊？那不理我，我去。我问你们同意哪一种？第一种，你若有信心，你什么代志拢会当做。来，举手。第2种，你若对我有信心，你就什么代志拢会当做。好，举手的人较侪啊吼。来，第3种。你若对我有信心，我什么代志拢会当做。各位学生，你咧举手的时阵，你知影你咧举什么无？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举手是什么意思啦？知吼？咱要注意哦。第一种是较无可能是耶稣的意思吼，第一种是最不可能是耶稣的意思。咱基督教咧讲的信心是对象是啥物人？上帝吼。咱讲的信心，唔是一开始是对家己有信心吼，唔是一开始就是安尼哦。咱若要有自信，是因为咱相信上帝，较对家己有信心吼，唔是一开始跳过上帝啊，相信家己吼。所以可能耶稣讲的介大的可能，唔是第一种吼。就是讲，你如果有信心，你凡事都能成就哦。这个比较像黑幼龙，你知道不？卡内基啦，你捌看伫路林有在写赛车过哦，伫路边吼有一面人咧大声话无？在时啊要开店进前，啊，你没有看过？我讲你的业绩要达到什么什么，我一定做得到啊！你拢无看过啊？还当大声话，
破坏的表示安那？安尼有信心无？有吼。我无讲这唔对啦，哈，不过这不是压缩的意思。第一个比较不可能，啊，第二个，可能性比较大了。你讲，压缩讲你若对我有信心，你也当这家的代志哦，你做什么都可以。其实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哈。啊，不过压缩家可能是咧讲第三种，上大的可能咧讲第三种。你若对我有信心，我会当为你做成这的代志。这个可能是第三种哦，就是讲在信的人哦，凡事都能。当咱甲耶稣基督生命结连的时阵，咱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伊会当做成这的代志。啊，不过我无讲第二种无可能哦，我不会说第二个是错的，因为当咱甲耶稣结连，咱对耶稣有信心的时阵，其实是上去做。上去做，咱家己去做。啊，不过咱知影，这是出自耶稣基督的规则会听，吼、所以我不会说第二个是错的哦，吼、不过耶稣咧讲的应该是第三种，吼、尤其是伫这个经文的上下文，你若对我有信心的话，我会当为你来成这个代志。好，这个是和好不圣经第一个地方没有翻译好的地方，哦，就是那个。你若能吼，哇！这个老爸听到耶稣安尼讲了，伊马上回答吼，有一个反应吼，伊马上回答，伊讲啥话？伊讲我信，唔过安怎？我信无够。咱台语是反做讲，我信无够的，请你安怎帮助我？帮助我，我信。可是我的信心不足啊，我的信心不够，啊，无够的所在，求你安怎帮助我？这样讲起来蛮顺的，对吧？很不幸哦，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不是安尼写，伊完全写的不一样哦。原文的圣经是写哪？伊是写安尼，伊讲我是求主帮助。我的无信，安尼什么意思？安尼是有信还是无信？是信还是不信？伊讲我信，啊，毋过求你帮助我的安那？不信。这是咧讲什么意思？英文圣经一律翻译成这样子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就是这个意思啦。哦，我相信啊，啊，毋过吼，求你帮助我的无相信。安尼到底是相信还是无相信？各位兄弟，安尼到底是相信还是无相信啊？啊，若相信是安怎去叫主耶稣帮助伊的无相信？无够相信，无够相信，就去走去和合本啊，跑回来和合本啊吼。咱台语的圣经嘛是反正这个意思。所以咱今仔今日要讨论一个重点哦，我要讨论一个重点。今日的经文我要放伫遮尔哦，讨论一个重点。我所信无够，另外一款的讲法叫做我无信，这两个有差别无？这两个有没有差别？有，应该是不一样吧？头前是讲我所信无够嘛，我的信心无够，安尼有信无？有吧？可能是3%，哦，你讲我70几哦，70%吼，可能是一个 percentage 吼，无到100%对无？你讲我的信心无够，啊，不过你若后壁讲我无信的，无信什么意思？无信是零呢？安尼各位兄弟，我要问一下，你认为吼？安怎描写咱的描写，怎么样描述咱的信心？咱对上帝的信心是有甲无？这款的描写，还是说，我信5%，啊，你较厉害，你信10%，哦，这个搁较厉害50%，我后壁丢逻辑的拢是80%，啊，啥人信90%？
啊，不是我，啊，你们太高估我了。安尼上信到99%哦，安尼这上好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比较习惯这样的讲法吧，对不？那会讲，你的信心较大，啊，我的信心安那较小，较软只。我们会把这个信心的大小安尼，那好像一个光谱安尼刷来刷去。有当时啊，我的信心则小；有当时啊，我的信心较强较大。咱会较习惯这款的描述的方法哦。啊，毋过是安怎？即届耶稣甲这个老爸咧对话的时阵，圣经的讲法是讲信无信，敢若两种尔。伊讲，迄个老爸讲我信，啊，毋过求你帮助我的无信。伊真正本来毋是写讲哦，我信，啊，毋过我若信无够的所在安那，求你甲我帮助。伊毋是这个意思，伊是讲主啊，我信，啊，毋过求你帮助我的无信。这是咧讲啥？对下这咱来讨论一下吼。对理论来看，信心真正会当分做大甲小，有够甲无够。哦，从理论来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哦。那你讨论的时阵是安怎？是安尼对啦。啊，毋过呢，你若对行为来看哦，信心敢若是分做两种尔，一个是信，一个是啥物？无信。我用我定举的例，互你做一个思考吼。即摆你行伫路林，走在路上，哇，日头这大，啊这喙大，啊搁找无 7-11，无找无便利商店，无法度买水。这时你看到边仔有一个人，哦，有一桶水，顶悬写啥？2字。啊，即马拢无即款的做法啦，是无？因为伫迄个乡下拢会啊，皇帝对无？啊，你看到哇，一桶水伫遐写皇帝，顶悬搁刻一个啥？后啊，你会去啉袂？啊，你会去啉袂？哦，加菲姐马上摇头。安尼，加菲姐对迄桶水有信心无？对准备迄桶水的人有信心无？是安怎无信心？啊，对杯仔无？对杯仔无信心是无？就是人准备一桶水伫遐，你阁无爱去啉，是安怎？因为你无熟悉迄个人嘛，你对伊有信心无？无信心，所以你会啉袂？你袂去啉。这个时阵，各位兄弟，你思考一下，这个时阵在讲你的信心，是咧讲100%几，也是咧讲有啊无？你若啉就代表啥？有信心，无啉嘞，就是无信心。准算讲你即马对迄桶水的人，你的信心是97.5%，啊，毋过你无啉。嘛表示啥物？你无信心，知影我意思无？就是从行为来看的时阵吼，信心敢若两种尔啦。若无就是有，啊来咧，无两款尔。咱无啉的人，可能会当来家己坐倒来比较讲，你甲我共款拢无啉吼，啊，毋过我的信心是95.5%，啊，你的信心是安怎？5%，吼，啊，毋过咱两个拢安怎？拢无啉啊！信心来带出，要带出那个行为啊！信心一定要带出那个行为。是安怎？这老爸伊讲，我信，求主你帮助我的无信。这老爸介诚实吼，伊介诚信，伊知影伊家己有信心无？伊知影伊无信心，因为之前已经去互耶稣的学生糟蹋了。哦，伊带伊的囝来，互耶稣的学生赶鬼，赶拢赶袂出来。伊对耶稣这群人真正无信心。啊，毋过伊即摆伊有要
伊有想要相信无？所以当这老爸讲我信的时阵，伊是咧讲我愿意相信。啊，毋过我即摆状况是安那？无信啊。所以主，你帮助我，帮助我即摆是无信的。啊，毋过我愿意安怎？相信。各位兄弟，这个老爸的态度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去学习的。咱有去检验咱家己对上帝的信心无？我们有没有去检验、去思考、去反省，咱对上帝的信心是有还是无？还是咱常常家己咧安慰咱家己？我的信心可能是敢若70%几尔吼，啊，毋过虽然吼无到100%，算袂歹啦，超过及格了对无？咱是毋是安尼咧看咱的信心？咱若无行为的时阵，咱会停留在这里。哦，你算讲，咱的信心较大，哦，我的是80%，你的是40%，你无及格，我比你较强。若无你看行为，我们会停留在这里，去讨论你的信心，上较大，上较细。啊，毋过咱若对行为来看的时阵，你去做，就表示你有信心。你若无去做，无论你的信心偌大，你若无去做，就表示你无信上帝。各位兄弟有听清楚无？有听清楚无？咱若无去做，就表示咱无信上帝。这无包括你做好还是做歹，你做甲丢毒还是做甲袂惊，拢无包括。你若有去做，就表示你有信；你若拒绝，你拢无去做，就表示你无信。所以各位兄弟，我要问，咱有信上帝无？无声啦。伫新年第一个主日，甲你问一下呢，有信上帝无啦？有吼。啊来，你有相信上帝要使用你无？干嘛呢？真正诶？啊，再来。啊，你有相信上帝要使用个人教会无？真啊假？真诶哦。我讲过哦，拄我讲哦，今日的经文，咱若真正相信，来有啥货？有行为啊。当咱相信上帝要使用咱的时阵，咱的行为是啥货？我们的行为是什么？你现在脑袋有没有想出很多的行为？你相信讲上帝要使用我，所以我今摆爱有啥物行为？当咱咧想讲上帝要使用高田教会，我有相信，安尼教会爱有啥物行为？有啥物作为？有啥物行做？我相信上帝要使用我，所以我一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一届，对不？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就好。来教会偌久？一礼拜来偌久啊？加起来有2点钟无？哦，安尼2点钟了，我甲教会有关系无？拜拜，无代志啊！我转来过我本来的生活，我搁安怎过就是安怎过，甲信仰甲教会拢无关系。啊，毋过吼，我一礼拜来几届？来一届，啊，毋当有阵时啊吼，有代志嘛会当无来安尼。各位兄弟，咱若是即款的基督徒，咱无信啦，咱无可能相信上帝要使用咱，因为我若相信上帝要使用我的时阵，我一定会愿意去受造就啊！我一定会准备我家己要来服侍，无论是服侍我四周围的人，服侍咱的兄弟姊妹。也是要服侍咱的厝边社区的人。
咱有准备要去服侍无？有吗？哎，无啥去啊！到底毋是讲做大声讲上帝要使用你？哦，有无啦？哎呀，我讲啊，迄个血压要称悬起来，恁拢无要插管。咱若相信上帝要使用咱的时阵，咱无可能无愿意受造就啊！我们不可能不受造就啦，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款的服侍，咱拢爱受造就，咱拢爱学习，咱拢爱锻炼咱家己。所以咱教会有准备做的祈祷会，各位兄弟，咱敢知影？咱教会有几个祈祷会，咱知影无？互你摇看卖啊！一个举手，两个举手，三个举手，四个举手，你搁举未？无啦，咱三个尔啦。拜三暗时啊祈祷会，拜四早时啊祈祷会，搁即马主日早时啊9点到9点半祈祷会。各位兄弟，咱若无去操练祈祷，咱无可能讲咱会受造就啊！各位兄弟，咱教会有几个查经班，咱知影无？两个呢，即马是拜二的早时啊10点一个查经班，拜五暗时啊7点半一个查经班。各位兄弟，咱知影咱有几个团契无？要算看卖有几个团契无？上年会上大什么团契？上年团契，啊来咧，妇女团契，啊来咧。即摆有一个新的夫妇团契，夫妇团契，啊搁来咧。青年团契，啊搁来咧。少年团契，上少5个呢，咱有在参加无？各位兄弟，咱若无在参加团契，无培养咱团契的生活，咱若无在参加祈祷会，无在锻炼操练咱的祈祷，咱若无在参加查经班，你亲近上帝话语，亲近上帝。各位兄弟，我真正无法度相信，咱是咧愿意锻炼咱家己，准备要来服侍人，服侍上帝，因为咱是空啊。咱讲咱信上帝，咱讲咱要相信上帝要使用咱，咱讲咱要相信上帝要使用高电教会，安尼咱有做啥物代志无？你可能会问，啊，无说你有做啥物代志无？我嘛咧学习啦，啊，我嘛尽量愿意看会当做啥物代志。这个主日是咱2014年第一个主日对无？咱每一人伫咱的心内下一个志愿，下一个心愿，亲像这个老爸讲的，讲我愿意相信，毋过求主你帮助，我即马无相信会经过净化。各位兄弟，咱不只是无咧参加祈祷会，无咧参加查经班，无咧参加团契，咱连主日礼拜咱嘛迟到，是不是？好不容易一礼拜来一届尔，搁坐无满呢。啊，搁有等一个成人主日学，嘛可能无参加。各位兄弟，毋是讲安排遐尼济活动，要甲大家练好翘起哦，毋是安尼，毋是这个意思。是讲，咱若要互上帝使用，咱真正得爱备办家己，受造就、受操练，啊，甲咱的兄弟做伙来成长。咱若欠做即项，咱讲要互上帝使用，迄是坎坷，迄是做袂到的。你可能会讲，啊，无说我虽然无来吼，我伫厝里拢有看 Good TV 哦，我家己拢有看 Good TV 哦，啊，我嘛有去别间教会学习无？无，这是毋对的。咱个人教会会友是伫遮诚做一体，咱诚做一体是一家人，咱要做伙学习，
做伙成长。你家己的学习介好，啊，毋过你若欠缺、欠缺，你甲你的兄弟姊妹做伙的成长，做伙学习，即款的成长无健康。2014是我即任最后一档，特紧的，我这一任要结束了，最后一档，这档我游完。认真学习来拍拼，试看卖啊！啊，毋过各位兄弟，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代志。我来就任的时阵，恁众人拢有徛起来，恁众人拢有伫上帝面头前誓约，要甲我做伙，同心来服侍，同心来成长。啊，毋过即马。我看起来，各位兄弟，咱无安尼做。无论是我的唔对，也是大家的师傅，咱无安尼做。即马剩最后一档，咱三甲来拍拼，好无？你唔免即马回答我。咱有一档的机会，好好来思考，好好来努力。咱把这档的机会，咱三甲来成长。无论心内偌讨厌我，偌无欢喜，这档就搁伫遐，唔通互这档总白买过。咱讲我有信上帝，咱讲。我有相信上帝要使用我，咱讲我有相信上帝要使用固定教会，安尼咱唔通互即马最后一档白买过去，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杯，阮身心伫你面头前，我要来认罪来悔改，啊，毋过阮真正欢喜。热切的心，我们赢取这个新的一档，因为阮相信你，因为阮相信你要使用阮，因为阮相信你要使用固定教会，所以帮助阮，拢有愿意受造就，拢有愿意要甲阮的兄弟做伙来成长。无论阮的关系是好还是歹，啊，毋过阿爸爸，我毋要天条。甲你水的关系，因为你疼阮，我要彼此相疼。伊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